启应文60篇，哥林多前书13章。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，若无仁爱，我就亲像螺得弹，拉拔得响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，为了解逐款的奥秘，甲逐款的知识，我若有够野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，若无仁爱，我就无路用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，若无仁爱，对我拢无利益。仁爱是宽容，仁爱是慈悲，有仁爱就袂嫉妒，袂夸口，袂骄傲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求家己的利益，袂快受气，袂扣分，袂爱不义，只有爱真理。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对一切有耐心。仁爱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，讲灵语的文书会无去，知识嘛会无去。咱所捌的有限，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嘛有限。毋过，迄个完全的一个来，迄个有限的就消失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，想法嘛亲像囡仔。当我已经成人，就将囡仔的事拢放煞。咱现在亲像照镜伫看，模模无明，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，将来会完全了解，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。安尼信、盼望、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，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。